你知影等下刚才咱无话他讲啊，我嘛呢感觉呢，我小可烦恼，惊伊的乱呢讲故事安尼。对啊，而且伊的题目拢较正经吼，无像咱安尼拍拉凉，嘻嘻哈哈，嘻嘻哈哈，但毋知要安怎甲伊开讲。但是伊看起来人，伊的面看起来是袂讲做歹斗阵的啊，笑笑啊。嘿啦，只是身躯的看起来斯文，筋肉较大粒啊。你毋通学袂讲话哦。毋是，因为有一寡有伫健身的人，伊拢就是较严肃哦。因为因咧做运动的时阵是袂使，就是笑啊，是创啥的。废话哦。啊，惊讲。等下，啊，无要紧啊，无咱伊也无咧健身，甲人开讲。啊，无要紧，无咱叫伊主持好啊。可能咱今日会较轻松。直接话人主持就对啊。一旦公共的就开始变做一个节目，嘛是有可能哦。最近对啊，一旦来啊，听众朋友啊，恁听阮的，毋是听阮讲啥，看阮的标题就知影讲阮今日特别来宾是啥。对啦，是啦，咱今日第一届请到阮同行的哦，因为听讲真侪网友，嘛无算是第一届啊，之前敢有像是 Podcaster 啊。调台迄无算啊，对啊，因这即马即个是正讲诶，咱嘛毋是 podcaster 啊，你安尼讲，想到我毋是奇怪呢，我也无做别行啊，你主管你有听到？大声，伤大声，你有说叫主管叫这大声，爱较激动诶，该好烦啊呢。好啦，咱今日就是邀请到，就是主题本身是做 podcast 出来诶人，来甲大家开讲，对。好，安尼就互咱继续听落去。大家好，这是公司第一台开的 Podcast 节目，来听黑白边。咱的节目会透过对话来了解一寡生活上会讲到台语词，也有甲观众朋友写批用台语念出来。咱来欢迎今仔日的出名人，欢迎。大家好，我是阿迪。阿弟，伊家己讲出来呢。我等你讲，你也无讲过。系啊，听众朋友啊，一开始咱就要开始玩。听众朋友，恁敢有感觉这个声音真熟悉？无人回答。有，你也回答啊！你这样想那种过节年了，你就是变啊吼，咱两个感情无啊？开始有一个脑部的情形。我本来就无感情。因为顶礼拜啊，孙哥进前是迄花市吊带小编，结果阮就看到一个留言，网友就贴过互阮，甲阮答讲，小编啊，恁原本是迄个人来咯，讲是安怎是听到伊节目了后去邀请吊带小编，说无邀请伊本人咧，对啊，黑白边就是安尼啦，恁讲啥阮就随做，阮随甲邀请来啊。欢迎！大家好，我家己讨来，毋是啦。其实阮一直有安排，对啊，阮一直有想讲爱甲你邀请。对，但是阮一直脑中有一个印象，就是感觉讲啊，你住伫宜兰，可能爱搬车安尼想过远啊，想讲先找较近的迄花市就伫阮边啊，坐车看。结果竟然去互你发现到。迄是之前迄个分散先甲我讲，吼，咱花市吊带其中一个嘛诶成员嘛，吼，伊甲我讲，伊甲我讲啊，就是咱有听友听我节目了后，吼，啊，甲恁推荐的，讲会使找因来。我问何生讲，等下敢若倒遐怪怪，是不是倒遐怪怪？你家己想看觅。但是我要甲你讲一件代志，就是迄个网友要求讲，我问讲，好，若是阮要找阿迪来，你敢有啥物想要甲伊问的？伊讲伊无想要甲你问。伊讲伊讲伊听你的节目就好，但是伊有特别一个要求，因为伊知阮是一个歌唱的节目，所以要求讲爱你唱歌。这我无甲你喊，无说，我无说哦，我等下摕留言互你看，啊若有你香港顶管无写，你是毋是听讲无写的对无？阮这就是一个遮尔自然无说的节目，所以你等下差不多第一条回答了，你就来想讲你唱一条歌呢。因为阮这个节目有一个传统啊，譬如讲就是 NG 啊，是讲就是你向要暂停者。新的开始的时阵，就是来唱一条歌。好，咱继续先行来讲。先行来讲，我就是讲好来，即马倒来这条。咱先行来讲。后壁拢结束个来讲。好，安尼就是你要简单自我介绍一下，你是阿迪，平常是咧创啥物？是安怎？因为
听你的人知影你是谁，但是阮有一寡就是0岁到18岁可能唔捌你，所以看你要介绍节目。对，大家好，我是阿丁吼，是这个阿丁来开讲这个 podcast 频道，算讲是这个黑白边的公司台语台 podcast 的一个优待啦，竞争对手啊，竞争对手优待共同甲市场做大，一直无想要找来，就是惊伊搞那人客抢钱。这个算讲是主理人甲主持人拢是啦吼，等于讲规个节目的制作就是由我来负责安尼。那主要我的内容就是做用台语啦来讲做台湾的这个在地风俗啦、历史啦、地理啦，一寡新话吼传说，包含咱正常讲真侪甲庙宇有关系吼。因为我本身是宜兰人，所以伫咧节目内底可能有一部分我会尽量用到宜兰腔去保留一寡在地家己的腔口，因为我真介意听不同所在的腔口。嘛希望介绍大家知影讲宜兰腔讲话是啥物款。有的人跟我讲，宜兰人甲鹿港人讲话咱拢听无。鹿港人啊，鹿港人的这个开口伊的变调方式啦，伊的家字啦，吼，伊的这个母音嘛是无啥共款。那宜兰腔有宜兰腔的特色共款吼，所以希望讲互大家嘛会使了解这物件呢。咱今日可能变啥物讲话呢？哇，这是爽啊！听起都轻松，结果咱就甲点解顺过共款听听了，我一路笑就好啊。对，咱这主管就讲，咱讲是要换，是啊，找者来搬石头困家己的骹。你先啊，你先问啦。好，安尼想要先问阿弟，当初是安怎会开始做这个 podcaster？就是你就是你先回讲啊，先回讲。哦，歹势，佮有一个问题，小可再不问嘿。好，你刚刚问一个问题的话哈，无啊，阮这条阮就想讲你哪回答，阮哪问啊，阮就是安尼，阮这访讲是写假，可能等你哪问，骗人的阮有哪共款的问题就是。大概有8000字的报告，无啦哈，因为。当然一开始是我伫咧想讲，拄开始有伫听，真早都有伫听 podcast， 毋过 podcast 一般咱早期还袂真正较发达的时阵，咱知影讲大部分是寡语言的学习，像英语啦、日语，或者是有一寡较国外的新闻是英语的频道，咱家己其实台湾并无济啦。那迄时阵伫听时想讲，其实我知影讲这敢若无讲介困难的制作的成本来讲，那一直希望讲。咱做人辛劳，食人头路以外，其实希望有一个家己的作品。毋管你做偌济工课，其实这个工课拢是为头家做，为这个公司、为这个企业做的。那你家己的物件是啥物？我都开始是安尼。当然，你若讲要做 YouTube 啥，成本伤悬，对我来讲，我嘛无讲就限讲一定要伫镜头头前，所以敢无？阮当初是捌你的时候，毋是因为你的声呢，我毋是因为你的声呢，我是因为你的金巴伫咧传，我听讲有一个身材做好诶，要讲台语迄个，我想讲敢有，那即个人台语教即个人，阮咱毋知影，结果我去看，原来迄个人就是阿弟个，迄就是有人小陷害啦吼。你确定，敢确定？都开始是因为即个初心啦，想讲我希望有一个物件是我家己讲我想要讲诶代志，吼，变成一个你的作品，至少有一工你出来。我拄仔误会讲，拄开始我的初心就是想讲，台语界无人像我金巴遮大粒的，所以。讲了煞毋知要甲你，你若话我开嘴，可能红过啊。我意思，听做免阮无啥物其他意思哦，阮两个制作远的，我无甲伊问啊。无啦，这主要就是安尼啦，所以才希望讲有家己作品出来，才开始想讲 podcast 反正是一款的可能，就开始试验看卖嘛，拄好当着。开始 podcast 风风火火开始啊，吼，大家拢愈来愈这样伫做讲，这真正会使试看卖安尼。但是你当阵有伫上班，本来就是一直有伫食头路。有伫上班，所以你拢是下班的时阵做诶。对啊，睡困的时阵，我记人讲睡困，睡困，睡困。安尼差不多开偌济时间来做。开偌济时间哦，这可能就歹算咧。若是以我家己就歹算，嘿，真侪即个的音伫个片音伫咧，阮遮是用的音啦。是。像即个一集的以故事来讲，我来讲一集的故事。小动的呢，点钟呢？差不多1点钟至1点半钟之间啦，吼，差不多我敢若写稿，因为我会先写稿，真侪资料爱准备，要去做功课嘛，吼，所以。大概爱4点钟至7点钟左右，敢若写稿兼做功课，录音搁另外嘛，后壁搁爱剪辑，因为一寡喙烂音啦，还是微博我可能搁处理掉，都会喘气，有诶爱加音效。我拄则即句到底在甲加掉，我听就没有讲骂呢。阮有一个听众啊，伊就是无爱听迄种喘气的声，因为我拢阮主管的耳仔较来，所以我家己嘛无改，所以我拢会甲加掉。真正迄个人伊就甲阮讲，哦，小朋友最介意听你的节目，因为你的节目拢袂喘气。袂喘，拢袂喘气，这怪怪。是伊听甲袂喘气，
是你无法度喘气安尼。有啊，另外一个人是讲，伊咧练琴歹时阵袂使听，因为听一个笑出来，伊就对，开始你若不管是健身还是运动时阵，是较无适合听一寡伤好笑的，真正会受伤，真正会受伤。所以我想讲，袂喘气，即句到底袂歹啊，做无好笑。我就是讲受伤。都毋是受伤，啊，迄个腔无共款，是学着啊，所以就是等于讲头前的即个制作的成本就已经时间成本较悬啦，后壁因为佫剪佫创啥，所以加起来平均来讲一集差不多10点钟，8点钟至10点钟来算是较拄好。有人毋知影你偌久一集吧？我一礼拜做一集。你看一礼拜做一集，一摆做差不多10点钟，一工5工爱开2点钟的。所以我有当时就是当伫录音进前，我可能搁伫写稿，写了搁伫改啊，搁伫修。我听讲就是留言啦，就是讲你过年前有一工，就是暗时录音，随录了啊，随透早也搞好安尼，拢无困。灯光搞好了，灯光加半暝，对。偷偷派人去甲你探听消息。一个目主专栏啦，因为希望讲会使甲因斗相共讲，真正即个甲母语有关系、母语合适的一个专栏啦，就是最近新的迄集对无？对不对？今晚要开始后面讲今晚就要开始讲上啊！第一条开始讲上，我无收费的，免讲上。只讲有这个代志啦，所以迄时阵就希望讲会使帮助因，今日互大家看到这个物件。嘛是真有心啦，大家拢是为着台语传承伫咧拍拼，够感动的。咱这有领字的是安怎？字该领嘛是爱领啦。我考一个，好，就是有一寡有啥啦？你别给你吼，我叫阿爹莫甲你看，我甲你扎起来吼。有一寡急数，有另外一位主持人啊，想要问讲，就是一个人主持，甲有2个人主持是有啥物精差呢？其实我家己的节目内底是一定拢会有2个人以上啦，但是对方是像是无一定。比如讲，我有当时若是方面来宾，那当然对方就是来宾啦。那有当时是若是讲故事的时阵，主要是甲说谎子来互相互动为主安尼，所以因为我家己是较袂关系讲一人对麦克一直讲话，因为你无一个对象，你敢若无伫甲人讲话，麦克会甲我应啊。对，所以我譬如讲我找说谎子合作的时阵，我伫甲伊开讲的感觉，或者是用开讲甲你讲一个故事，我听到什么代志。那当然因为伊完全毋知影我要讲啥。完全唔知啊！一集我是人教啊，麦克拍开啊，我讲要讲啥，伊才知我要讲啥。所以完全唔免准备的，伊完全拢唔免说，伊拢唔知影。厉害呢！所以我讲伊最厉害，就是我就是今日厉害。伫录音的同时，伊才知影我当伫讲啥，所以所有的回应，伊所有的反应拢是自然的反应。上真的，无说。所以你无法度预料到讲伊会讲什么话出来，这是我看最好耍的所在。接落来嘛，是真厉害呢。讲出来袂当加入去，爱甲加。其实无济咧，有当时是讲到人命啥，可能伊家己的亲戚啥，咱都真人人命我都无好出现啦。但是其他的物件其实无啥物问题，伊最厉害，家己有法度去站在这个物件。好，那呢继续接来问，当初是啥怎会开始换做就是台语为主的 podcaster？因为我有听就别人甲你讲，我之前有伫听，之前我知影阿爹是咧讲华语，对，你就早就知影，对，我都知影。我冇做功课，20年上无，我毋是做功课的时阵知影，我早就知影。哦，就厉害。伊当阵听起来淡薄生的，你有听出来？听种朋友话，阮这战争有来过的来宾就知影讲，阮2个感情无，因为迄个战争就是随发生的。你再记起来，我那会讲随，就是我知影讲，你当初是做迄市场管理员的，是故事开始，深头就是讲华语，而且你佫有邀请人来，伊佫甲伊问一寡就是市场的代志，而且你佫有一集。我记迄集人讲想讲你喺市场做工课，人问你讲，果子要哪拣啊，菜要哪拣啊？我迄集我特别有印象。尾仔啥会开始做台语的？一开始当然是拄开始你要做时嘛，袂特别想讲我到底要做什么物件。那当然，甲你有生活中有接触到的物件是上方便的。所以想讲，我伫市场食头路。那市场真侪物件，外人看，甲咱家己内底的人看是无共款。当然，我毋是市场内底卖物件的人啦，我是换市场。管理市场换市场安尼，所以阮咧看这摊商吼，这卖物件的人，这头家娘，甲一般人看，大家拢讲市场就有认真味的。在阮来看是完全无共款的，我毋是讲伊无认真味，是在阮来看是完全无共款的感受。所以希望讲，既然安尼，这个物件虽然讲是我家己会使讲出来较有特色，而且别人毋知影的物件，外人看袂到嘛。
那无就来做即个物件安尼。啊，当然内底就一寡可能是有甲我合作过，咱伫市场内底嘛做活动，做活动的合作的对象，或者是市场内底的头家娘，甲你介绍讲猪肉的一寡因是安那运作的，咱毋则知影讲猪肉要青到底是安那才有做好食，安那做青。你着了解规过程了后，你真正去食，尤其我家己伫市场店惯势啊，所以你若食过市场真正好食的猪肉了，是我咧讲毋知会需要加调无，但是外口真侪所在的猪肉你拢食袂咧。无紧，迄拢是阿弟本人意见，无代表。紧啊，我嘛是伫报告顶，我嘛是咧讲，确实品质有差啦，必须讲哦，有真侪物件是迄个青度甲因的保存的方式啦，因运送的方式。你若对物件有了解，你对你食物件的来源有了解，其实是真好的代志。其实毋若是猪啦，就像鸡，是讲爱讲龟，就是猪啊、鸡啊，像阮老有咧饲，阮中华遐有咧饲鸡，阮食过就是遐个鸡肉，啊，个有滴出来鸡汤了，阮伫外口实在是无法度食。你对感觉一个馅，外口就一个馅。猪啊，都臭诶。共款，我食外口一寡包含火锅啦，啥你较早拢无感觉，啊，当若食迄个猪肉，你就讲啊。无啥有法度，你都袂过去点猪肉的物件，确实有差，确实有差。因为厝里饲的牛你摕来食，牛食袂出。你较远就无要紧啦，咱就无感觉啊。对。啊，后来当然是一部分是因为伫咧市场内底。本来阮都真大量伫咧使用台语嘛，因为既然市场我讲台语的量真大，那第二是想讲做到尾有一个问题，就是真济袂使讲的代志。我差不多讲到真崩啊，讲出来，会讲的已经讲到差不多，袂讲你嘛无法度去做。讲落可能会去用惊危险迄种的查水表啊。后来当然是有做一个转换，就是讲安尼来找一寡我有兴趣的人，因的作品袂歹吼，想要甲因来访谈来开讲。那做无偌久了，就拄着疫情爆发，当然你就真歹过一直甲人约嘛，我讲约啦，所以甲大家要约时间嘿约，我甲大家约时间的时阵都会有问题嘛，讲这场地啊人济啦，或者是对方嘛，尤其咱家己伫市场，咱嘛惊讲人会惊讲人来人去吼，所以毋知影响无，所以我就想讲来改一个做一个你有法度登记去做的物件，才有法度稳定，你才有法度一安尼出去规划，讲我当时要讲什么物件。那上好的当然就是毋是故事，就是新闻嘛。只是讲最后选择用故事啦，就是讲台湾这个故事通啊讲，那不如咱就是用故事来讲安尼。多谢你选这主题，因为阮就免讲故事啊。阮当时要做的时阵，就想讲，阮咧看有迄竞争对手这个讲故事啊，阮就唔爱讲。故事讲袂了啊，故事讲袂了，但是故事要做进前爱做的功课足济呢。确实。你到时阵有一个网友问你讲，请问这个什么也问不得了呢，不得了呢。阮这个有你迄无电话塔卡，阮这有电话塔。无电话塔卡。阮迄接电话妹妹就来问讲，我变恁迄。我听免钱的，个意见较济。无这个我无看，两边我听大家讲。阮一个足谦虚的心哦，这是大家的意见。想问我你是安怎找着帅红姐？就是阮听你的节目啊，有就是你讲话时，阮拢知影讲，听出来讲就是台语是你的母语。是。但是你伫台北，因为你的市场是当中是伫北部嘛。我的市场嘛是伫宜兰啊。我花市场伫宜兰啊。我市头有早市嘛有夜市。夜市哦。夜市啊，迄个夜市。我有做过夜市，我来唱夜市日。唱歌一拍都没来。无啦，唱了。你会使唱这条啊？我袂晓咧，讲实在。你接得起？咱来去西夜市。你看，袂歹，我给你拍扑啊！多谢，咱这个来宾袂歹，做支持。所以你敢是伫市场熟悉帅红姐的？毋是咧，帅红姐是本来就熟悉的，当我甲伊嘛有一寡关系，但是根据伊本人的要求，所以我迄个关系讲，伊的身份、伊的关系拢袂使讲。但是你迄段好，你等下节目结束了就偷偷甲阮讲，因为迄讲，但是我主本就甲伊有熟悉是无？但是你有一集吧，就是帅红姐签头拄开始出现迄集吧，你有讲就是你甲帅红姐的故事以后再甲大家讲，迄个以后都无以后安尼，以后还袂够啊！我等于故事还袂做到100集咧，100集了再来考虑。我来是安尼啊，我想讲考虑哦，我想讲考虑哦，很多免阮等下先听啊，阮袂甲恁讲啊，想要知影人家己去问伊吼，个人的要求，咱来尊重伊。无我惊我以后说无即个会使互相搭配即个主持人。所以伊对这嘛是有兴趣的。
我感觉当然伊完全毋是即款背景即款出身啦，但是伊听起来是一个就是你做播音的呢。真侪人安尼甲我问咧，因为像伊讲话时阵，迄个气氛啊，有迄个，真侪人问讲什么是毋是教台语的先生啦，我嘛毋是啊，什么教授嘛嘛毋是吼，啊是即个什么啊，像你拄仔讲的即个电台的人啦，讲拢毋是。高手在民间呐。我有一个是阮妈妈啦，你妈妈，我是无熟悉你妈妈，这都互大家去约啦吼，所以以后咱就我老公就是你妈妈。这就是咱伫咧水，阮有放迄水电爸爸，然后就问迄快转问讲，迄敢恁老爸，迄敢恁囝，伊就问讲，敢若青婚嘛，迄集我有听到，我想这敢有需要骗人？伊两个现场迄个表情够好笑，无想要小人的款。好，所以伊毋是伊妈妈好啊，咱怎找着？表示讲咱即条无答案，你会使继续即条。我嘛无讲是啊，毋是，我是敢若无甲你应尔。哦，反正就是主本就熟悉啦，因为恁听起来迄个默契，就是迄个就是恁毋拿当机甲倒头啊，可能超。当然关系也袂歹啦，毋是每一对主持人拢会使互相咧。所以恁就是一个感情，就会知影讲伊咧创啥。至少伊有法度接着我的物件啦。孙哥啊，就讲啊，伊就看迄碰过看过去，伊就知影伊早顿食啥。看来早顿食迄个味可能较重一丝，嘴巴开有偏掉的款。好，咱咧说红这个故事的单音100集的时阵，听到没有？那个期待啊吼，期待者。好，过来要问讲做 podcaster 就是日常的工课，比如讲你会用什么器材啊，还是你想要讲什么啊，做什么准备啊？还有你的 podcast 内底有音效啊，还是安怎准备的呢？器材方面当然一寡较专业物件，咱都莫互大家头壳摸咧烧啦吼。主要就是讲。当然录音就是一定录音有一寡设备一寡架势，因为我较介意有迄个 stand 吼，咱 stand 就是规机喎，麦克啊会使刷来刷去款。徛咧就咧鸟王安尼。当然我咱是坐着啦，但是迄款会使刷，我讲对我来讲较方便。我知影有诶朋友是因是手举诶，但是我就感觉就袂关系，我可能两支手我就无用诶。所以你做手势是？因为我是接电脑，有诶像恁诶机器是毋要接电脑诶，但是我家己是接电脑，我看到迄图形伫走，我才会安心讲有录入面。阮这毛都用咧走啊，我手伫遐转啊。我惊讲你迄个录音迄粒袂记你字落啊。你莫来黑白讲哦，头啊喙哦。一切黑有，所以我一定咱看迄图形伫走，我才安心。我若无录着，我叫你来一遍，我是袂互你第二次。你好好讲话。希望你有好好录着啦。唔好插记哦。祝福你有录好。你拄则像你拄仔讲差不多爱10点钟，一集爱10点钟。啊，你因为阮知影讲你有伫做录音室对无？因为你若是有来宾来，阮看你迄相片翕起来就是一间录音室。是录音室。对。在厝爱感谢因的赞助啦，是无开着钱。我就是爱开钱的呢。但是我惊讲恁有商业活动袂使讲，所以我就莫讲名讲出来。但是头家人就好赞助啦。你使讲出来，我就甲伊毙掉啊。私底下甲恁讲，你讲几句我甲毙。私底下甲恁讲，恁到时离家足近呢。我知，你来讲。是。刷手来所以你若有需要一个来宾，我帮你联络一下，我给到联络一下。袂歹，免钱。会使去问看卖。真甲讲。所以就是器材就是有录音室，啊，你家己嘛有器材。第一录音的所在嘛是有，当然台北录音室，我都家己边准备啦，嘛拢有。所以你即马若是住伫宜兰，是。所以你讲是，你看，我就讲毋是要邀请你啊，还你拄宜兰咧走一座偌歹势咧。搬山过呢。搬山过。所以你刚才讲是拜二啦，平常时啊，较别我讲塞车较便宜。真是。我连休息站我都当路过，想讲别食豆，我去食一豆。休息站你坐袂入去，无通停车。我坐3年才入去。你当无法度知影讲台北到宜兰之间到底发生什么代志，随时拢有可能塞车。但是你毋知啥啦。你可讲迄句啊？袂当讲回远的代志。什么？什么话讲？所以基本上器材就是爱有录音的麦克。基本设备吼，连电脑，我是连接电脑甲麦克之间的设备。还有耳机嘛？耳机是上基本的。你的软体咧，敢有开钱？软体有诶无，有诶就是你家己要开设备嘛，有嘛。有一寡是有当时你需要佮加工的时阵，有款说用2款3款嘛有可能，有当参纳用啦。安尼就是即马其实真侪少年朋友想要做 podcast 那以你本身来讲，你感觉讲差不多爱传偌济？
我认真讲，你拄开始若内容好，你家己注意到家己讲话一寡方式，你无需要靠足侪后壁的后制，吼，你毋后壁毋免搁做较侪物件的时阵，你其实免开偌济，我想反正4-5千块啊，会使解决。4-5千块就当啊。我感觉会使，吼，但是你若是今日要做较详细，像譬如讲，我后来就希望讲我是无共机的录音，每一支收入的声拢无共款，对，所以我买设备就会较贵一寡，吼，可能就是5位你算的啦，吼。对，所以就是有差别，但是我讲这是你会使倒啊来，我都开始嘛是一支麦克尔，两个人对一支麦克讲话嘛，两个人运动吹时髦，这种对啊，说来说去啊，品牌咱都无讲啦，但迄几支大家拢知影啦。对，而且阮刷麦克的时阵，该甲伊刷迄声加掉，哦，迄加迄当然拢迄挂鼓鼓安尼暖安尼一家。其实共一支麦克两个人录音有上大的问题，除了剪接后壁的问题以外，就是两个人无可能永远拢大只话，因为咱平常是袂甲人大只话，所以人拢会愈讲愈后壁，你都要甲对方讲，较头这，就麻烦的吼。我想讲，这嘛不是上好的办法，所以后来才慢慢增加啦。要笑啊，是讲迄个效果要出来时阵，你该动来，你嘛惊喙烂喷你人的，你该刷怪。录一个音两个人面的拢喙烂嘛，我讲阮当初是真正是关一个细细惊阮两个人，啊，阮搁一个第三个人关里边，啊，阮三个哩，喂，对，你就足无方便嘛。对啊，足艰苦的呢，而且最重要是做坏。但是你若无先做几集啊，讲实在，我讲你莫着急买啦。对啊，因为有的人真正是根据 Podcaster， 一寡调查啦，一寡调查，即马目前做5集以上就休困的，进前3个月前是70%，即马是80%，所以真侪人做头啊兴尾来冷，啊，就是尾来拢无咧做。对啊对啊。啊，你若凊头就开钱落去，尾你会感觉讲就是。其实无必要，你真正做咧，而且你伫剪接、你伫录音的时候，你真正感受到讲你会足快乐，你家去做。一般人除非讲这是你的头路，对，除非讲这是你的头路无法度，对啊。但是你若是有兴趣，我就讲做艺娘嘛，咱家己做了有兴趣，你会感觉足欢喜的，咱你甲来做。对，安尼听起来做 podcast。就是爱先想好，先要先讲啥？先做，你无需要想侪设备，先做先录看卖。啊，你若感觉讲确实袂歹，你真正想要投入，想要买一寡设备，甲来买嘛嘛无要紧。头前无人甲你计较讲你头前的收音啊好无好，我讲只要你家己物件出来，你家己感觉会快乐，后壁到可就做会落。对啦，而且就是今若主题无聊啊，你讲的物件是讲你剪接的技术无好，一寡就是譬如讲迄个空棚啊，是啥物你迄拢无整理好，你的声音就算讲偌清气，音效偌厉害，变听袂落，听袂落啦，切掉，真正听袂落。我会建议讲你会使先录一10集看嘛，你若讲10集了，譬如讲你有一个互相搭配的对象吼，啊你。两个讲了10集了，两个伫要无话讲，伫要起冤家啊！你说啊，可能都毋是适合你的物件，你知因为两个人根本毋知要讲啥，主题想无啊，嘛无想要甲这人开讲啊，表示都有问题啊！哦，真的听过的人都侪呢，做 podcast 听过的人，做甲分手的嘛有啊，做甲分手的，嘿，就是情人啊，吼一对啊，做甲两个拢散去嘛有啊。你刚才咱两个无做伙。恁逼不得已嘛是爱做，我嘛是会使听歌，还会使玩家，啊是表面弯弯的啊，不私底下弯弯的表面起来，你好啊，给你唱歌。你到时就出现这个公司台语来 podcast 黑边一边啊，白边一边啊，两个频道安尼。阮的迄两个频道是无可能，但是阮的支持者是无共的。阮白边有人甲求婚的。你买黑白讲，男朋友啊是。那不是咱变得困扰一下。听种朋友直播伫下骹讲，白边嫁互我，这真刺激讲。好，安尼听起来就是节目的内容，比声音较重要。我跟你讲，脑部总有一个较真结束的人转来，互我迄规个脑部的感觉，对，规个迄脑部的感觉佫转来咯。好，安尼想问讲就是像迄，因为你的迄台语频道即个你的音效啊。是我较无听到的，譬如讲你讲话阵，迄当阵音效一摆效果，啊，个就是你配一寡音乐，你这拢是你家己想的。对啊，无叫啥想，无钱互人，无人替你想。有可能是有朋友互你建议啊，是啥物也是听众互你的回馈啊。无咧，主要就是我家己伫设计讲，你一个节目内容，你做到后壁，你开始有一寡心得嘛，讲你的结果是啥物，你开头啥物，你免互人吸引人的注意，后壁你想要留啥物物件，会使有一个空间会使春秋。所以这就是你要去考虑的，所以
就爱去想嘛。啊，过来就是你若时间长，比如讲我一集当话伤济伤够诶，1点钟1.5钟诶内容，你要安怎互大家平常时耳机挂咧吼。其实这 podcast 甲耳机有真大诶关系嘛，这随身诶耳机。你若做代志，若听诶时阵，你可能无可能完全注目伫这个所在吼，专注伫听这物件。所以你要引起人的注意，你若一直讲到尾，就敢若背景的声共款，你都无感觉啊。毋管你偌济声拢共款啊。所以这旋律就爱掠讲，我差不多偌长的时阵，我需要录一个音乐，或者是我希望你去感受迄个情景，这个物件可能毋是适合你伫那徛奥多拜时阵听的时阵，你可能一个人较恬的空间的时阵，你要感受迄个情景。比如讲我进前做一个，甲凶杀案有关系。讲到比如恐怖呢，用迄个咱讲粗把的是乖啊，就四脚粗把，我讲粗把，你都爱互伊感受讲有迄个立体感，所以就是为倒手边行，甲你正手边，你都要去考虑这个物件。你有敢若人伫现场看到一个事件，你才会对这个代志印象较深安尼。你得去考虑这个才有诶无诶代志。安尼听起来问一个问题哦，请问你敢是相关科系毕业诶？无你哪会对这物件真有研究？我本身原本是这个主本是传播学系毕业诶啦，毕业诶。但是我讲主要是你对生活诶观察较重要。我讲这是因为你要甲物件，你若会晓剪接来讲啦，你要甲音效控制，毋是啥物困难诶代志嘛。但是问题是。什么所在？是，你对空间的感受，或者是你对几个景，你家己写出来的歌，所以你伫写时，已经头壳内底是会浮现迄个画面。想讲这爱加音效。我希望听，所以毋是每一集我拢会加，就是因为我认为讲，我伫写歌的时阵，有诶我头壳会出现即个画面，讲即个时阵，即个人是为倒位啊，行到倒位啊，咱人是徛伫倒位，看到即个代志发生。那有诶是我可能甲你讲一个过去的故事，我讲即个无需要加，这都有一寡差别的。所以你伫写卡本时，要写种即个噔噔，啊，加一个砰砰砰。袂，我拢袂写，音效我拢袂写伫内底，音效拢袂写伫，因为你实际上录了后，你才真正搁去顺一遍的时，你才知影讲到底感受哪倒要加，倒要袂加。我嘛拢无啊，我就是迄来宾你讲拍几位点，我免咱咧上哪后啦，咱其实我是迄个现场的音效，录真济免费的啦，免啦。我之前我想讲，我伫遐加几怪无人听到，结果迄讲我有一集就是迄庙会小天地迄小便，你讲迄妈祖拍几个代志，我伫遐加迄几去迄油烫死。结果迄网友写讲，后边你敢戏足济啊，你演几？我讲哎哟，你有听出来咧，欢喜一个。你这几啊个若加做2集吧，那我都开起啊咧。无，我们咧无咧几啊个，迄是拄好妈祖有来，阮才有讲到遮。你看。即摆已经超过咱一集的时间啊！我甲你讲，咱换人主持。好，我按紧甲迄2句问了。所以你讲你的音效甲你的迄音乐，拢是伫线顶找免费的。是。迄种敢有啥物版权的问题？一般拢会写讲你会使自由使用，但差别是讲有的是会使商业使用，有的袂使。那大部分你其实打网络嘛，真侪是以自由开放的，就是讲你要商业使用嘛，不要紧。你要安怎用拢不要紧，就是反正你是用。只是你袂使方便讲你会使。袂使甲即个物件包装起来，佮摕去卖。比如讲我若做伫我的节目内底，毋管我节目是有收费无收费拢会使，但是你袂使甲撩落来了，直接规包安尼佮摕去卖掉，那袂使安尼做都会使。真侪即款的。阮是较无啦，阮拢家己配。我惊我脑冻袂掉，直接把断。伊迄一点钟会过来。我若咧有一寡咧叽叽叫的，我咧看你。哎，伤忝啊，伤忝啊！你鸟家那咪上我脑，用背的都用鸟家。哎，再无再来做要等。哇，安尼伊平时讲1点钟啊，咱正讲半天就要互伊休困，安尼敢会伤凊彩。听众朋友啊，迄个想要听阿迪唱歌的朋友吼，歹势吼，你等下礼拜。拄则本来伊咧讲啥物？咱就是听众听到一半的时阵，咱有一个音效互伊入去，无可能互伊安尼。我本来讲，这个时阵来唱一条歌，反正阿迪啊，带来这首，叫伊完全无一个空放的，等我甲这句讲出来。我真无法度咧，听众朋友，毋是我白甲你斗相共哦，迄是你爱的这个阿迪，我爱互我甲这句话插入去，所以你后礼拜就来听吼。那即摆这集就到这硬要甲伊切掉。好啊，你紧硬要甲切掉，你紧甲收尾。好，那呢？好啦，收尾，那呢？今仔日的节目就到这，感谢大家收听。后礼拜请继续收听。出名人，请上门，来请问。多谢大家努力。啊，你会依然 Q 咧？我只甲你斗一般 Q 尔。
你想要个，你开想要听来请问拜拜，拜拜。所以你特别拢家己念，中心念，所以每一遍的情绪嘛无共款啊。你去讲人用罐头，无啦，我特别拢无共款哦。我讲咱会当用罐头，伊特别卡掉咧，伊拢会讲爱用罐头，我讲袂使，我讲你欠一撮人味。好，差不多。需要什么情绪？无咱今日无说。食饱的情绪。食饱。食饱。你上早来，阮3点爱开直播，你等我一下。哦，你讲，所以那边转来的时阵是爱唱一条歌，到要开始。螺卵的情绪，食饭配螺卵，食饭配螺卵，等下哦。你要唱啥？我今日嘛爱想到咧，你嘛唱哟。爸爸丢呀，不会啦，伊家里就咧人客。啥啦？我家人客啊。无代志，好这加掉啦。下尾30分安尼，真是是不是？我来讲。我已经足站在讲啊哦，我站在咯。等下这条个加讲者，咱那个切2集，2集要钱呢？我见迄无重要，看恁家己去准则。我讲这是恁家己，我讲这是恁家己去准则。勇敢休困者，就爱唱歌哦。你唱歌，你还没唱歌，你还没唱歌，听得明？我唔知要唱什么歌名。不管啦，你就是在想出来。